那么皈依的重要性知道了以后，我们必须得要有皈依嘛，对不对？要有皈依戒，而且是我们要圆满皈依的功课，对吧？那我们要圆满皈依的功课的时候，就是信心才是最重要。如果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连我们就是整个打开这个佛门的基础都没有。那么整个我们要打开那个佛门的，今天来说的，我们要修持大圆满法，整个能够可以修持大圆满法的开土的这个基础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得到了这种离顿顿超等更高的法门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没有基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基础的话，那就从信心开始。那信心今天在这个书本里面讲到的就是3种信心里面，现在我们要讲到就是一乐心啊。那么我们要得到一乐心的话，还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对轮回要产生出离心啊。没有产生出离心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众生的痛苦，那就没有什么感受的，都会想啊，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就相当就是在很多的出生呢，就是大的吃小的，小的吃大的，这些都会觉得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我们实践人而言，自己的身体受伤或者自己的身体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痛苦。但这也是不知道，本来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主要是在轮回当中都是痛苦，会这样，这个原因都想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就只是寻求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安乐，根本就不知道寻求长期的、寻求永恒性的安乐的、永恒性的这种快乐。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众生的愚痴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没有智慧的问题。所以我们那如果是知道轮回的这个痛苦以后呢，我们知道善道的解脱的这个成果，能够我们在进入善道修持正法，能得到解脱的这样的一些解脱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要真正的得到解脱的这个想法，就是坚定性的想法是不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轮回的苦是什么，我们根本对轮回没有产生这种出离心跟严厉心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会追求这个解脱的功德呢？我们怎么知道解脱的功德呢？根本就不会产生。所以这2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个一个的程序是要不能没有的。然后如果是我们要得到解脱的功德，我们要得到解脱的话，能够可以得到解脱的这种主要的方式，就是要修持佛法。那一听到这样的时候，哇，我今天开始一定要好好的修持佛法，过去我修的不够，那么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真正的能够可以修持佛法，要能够可以起一个这样的心的话，这也是一乐心然后看到一些造业的这个罪过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的那个因果的那个部分嘛，在共同外前行的时候，因果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因果的这种报应跟这些因与果之间的很多的道理，都已经前面有讲了。这些都是一一的看了以后呢，那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这种造业的部分，一切的业必须得要马上要断除这样的一种想法，能够可以产生这样的话，就说明你就是有一乐心。很简单，想要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获得善举的功德然后能够可以得到这种解脱的方法的殊胜佛法，就一定要修持佛法，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同时呢，就是造业的一切这个轮回跟一切痛苦的根源一切的业力，一切的这个恶行都要断除，以这样的一个有这种产生这样的这种想法。那么这些都能够可以在断除一切恶的行为，能够修善一切善的部分，以这种深情内心里面有升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乐心的部分。那么没有这些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乐心。
所谓的这个意乐心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圣解心，了知三宝的不共功德与加持之后，从内心深处升起信心，直到三宝是一切十分无期的归依处，想到无论是苦还是乐，是病是痛，是生还是死，任何事情无期的归依处，三宝都会知晓。除三宝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依赖和指望。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成为圣解心这就是相信一个信心。我们在这个皈依的时候也一样的，就是一切的事情，自从皈依了以后呢，一切的事情呢，从一个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说到，就也一个时间人来说到，平常呢就是自己的父母是最重要嘛。那么在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以三宝，也不求父亲，也不问母亲，一切的事情呢，就是自己做主。对这个修持方面，那今天如果是自己皈依了以后，父母都不让你修持的情况下，你也是这个部分来说到，就不用听父母的，因为时间的父母呢，就是对自己的小孩是当然很好，但是好的方式是只是以时间的方式对你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解脱。那有些父母呢，就是让小孩去修持佛法，那么这些父母来说的话，那就是有两种恩德。第一个呢，就是他给你了人生，而且是抚养你成长，这就是一个共同的所有的母亲有的一个恩德。另一个更殊胜的恩德是，他让你可以学习佛法，永远让你解脱轮回的痛苦，所以他同样就是有更殊胜的这种恩德所以就是双重的恩德。除了这样以外，一般的所有的实践的父母来说的，就让小孩成立一个轮回，那么继续自己走过的这个轮回的这个道路上面，让小孩也是继续去走这样的一个路，所以呢，就是也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就在这里就讲到的，就是对三宝的信心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跟依赖。我快乐的时候也是相信三宝，痛苦的时候也是相信三宝健康的时候也是相信三宝，也是求三宝生病的时候也是求三宝相信三宝，没有除了这个三宝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跟依赖之处。那我生着活着的时候也一样，死了的时候也一样，都是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好的时候也好，不好的时候也好，任何时候都是只依靠三宝，只依赖三宝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依靠处依赖处。内心里面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思想长期存在的话，这就是有圣洁心，你就是已经有了一个圆满的圣洁心那这种的人呢，就是在开始修持的时候，你已经有了皈依的这个开启的这个门所以就具备了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基础。五经莲花生大师说，具有坚信得加持，若立一心成所愿，信心能生一切善法功德犹如种子，若无信心，就如同种子必火烧灭一样，烧过一样。如今云，无信心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必火焚其芽，岂能生？此外，信心具七顺财，所谓如云，信心如宝轮，昼夜修善道。信心是一切财宝中最殊胜的，同样，信心也是无尽功德的泉源，犹如宝藏，能居入解脱圣道，犹如商主将一切善法来入之相续，犹如商手，如宋银，信财宝藏商主胜，
犹如桑树设善根。虽然三宝就有不可思议的悲心与加持，但若相识之融入自相续，唯一依赖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因此，如果自己具有上品的信心和恭敬心，那么所得到上师三宝的悲悯与加持也是上等的。若具有中品的信心和恭敬心，则所得的悲悯与加持也是中等的。假如只具有下品的信心和恭敬心，就只能获得少许的加持与悲悯。如果根本没有信心和恭敬心，那么不可能得到上师三宝的悲悯与加持。若自己无有信心，则遇到真佛摄受也无济于事。就像前面提到的善心比丘和世尊的弟弟提婆达多等人一样，如果具有真诚的信心与恭敬心，无论谁人祈祷，佛陀都会降临于他的面前赐予加持。诸佛对众生的悲心无有其数。如颂云：何人曾作意，能人现彼前，此灌顶加持。无尽莲师说，具有信心善男举，莲身不去何处住？无数无有莫尽事，信是前某各现一。只要具有圣洁心，任何人都会得到佛的悲悯。若有信心，老夫一群牙也能成佛。以上呢，全部都是相当于可以念诵一样的一些对比词。那这些可以背起来，有的时候就是提醒自己，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也非常需要的。心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尊的加持，简体解脱之修持，破除有情的无知，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解脱